我覺得當一個行業，就我哋呢部戲，當一個行業佢真係要沒落嘅時候，當嗰個環境唔容許呢個行業再生存落去嘅時候，我覺得你只能夠變就係自己去改變，自己去揾一個新嘅出路，一個新天新地，或者喺舊有嘅模式裡面去轉化自己。我覺得其實就好似人生咯，人生唔會永遠都嗰道大門係開住噶嘛，總有啲時候道門係夾一夾下，有陣時有陣風一吹埋嚟，個窗就閂咗。咁我覺得係人同個時代或者個行業都需要用一個靈活嘅自己嘅頭腦個配置去進化自己，去改變咯嚇。咁否則你嘅行業或者你自己嘅人生，如果你唔去變化、去適應、去揾一個新天嘅新地，或者去尋求一個客縫裡面一個小出口，咁其實最終就只有即係越嚟越冇出路咯嚇。佢雖然感覺即好似係新導演啦，但係我個感覺就一啲唔新咯，因為佢喺現場個駕馭嘅能力啦係相當之高，咁同埋佢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呢個相當重要。因為演員其實好多時我只係演出，但係你先係真正揸船，你先係企得最前，睇前面嘅 vision 睇得最清楚，個 picture 睇得最 clear 嗰個人。咁所以佢嘅法後司令佢需要啲乜去話俾我哋聽，嗰個 instruction 好緊要。咁好多時佢都俾到相當之好嘅指示我哋啦，甚或是我哋有陣時演出上面嘅調整，因為我自己好中意，我係嗰啲演員好中意導演會去調整我嘅演出嘅一個人。係啊，因為你調整得我，即係我有啲地方做得唔夠好，或者未如你嘅需要。咁我覺得一切都係以你劇本上你對呢個角色嘅需要為一個依歸咯。咁所以呢一個提點或者呢個有陣時嘅修改修正對我嚟講係相當之緊要咯。咁喺呢部戲阿 Jack 都有做到呢一樣嘢咯。